为唤起社会大众对年轻勇敢的抗癌导师来表达关怀，国民健康署结合新台病院举办儿童癌症关怀月的活动，包括新任的署长陈金芬以及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拢特别南下，响应国健署推动以癌友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模式。我们在儿癌这边，医护同仁的努力跟付出，还有背后花的这些时间跟心血，那我觉得他们今天愿意投入这个计划，表示说，他们真心愿意去做，而且也希望藉由这个计划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给这些癌友的家庭跟照顾哦。确定诊断以后，好，我们开这个多边的团队会议，也把家属呢，大家一起找来，怎么样一起来打这个仗。那么另外呢，当他康复了以后，他要回归到他正常的生活，要回学校，那么也会开这个重新进入学校的这个会议。各位想想这里面的含义就是一个全程的一个全时的一个服务。因为不要想说，病好了我们就没有责任了，其实要回归到他原来的这个社会环境，那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儿癌基金会也很特别，会重视病童的跟他们家里的一些心理的照顾跟他们的生活品质，因为我们只有关心整个他的家庭，我们的小孩才能够在爱与希望中来做坚强的抗癌，然后才可以度过他这一段难关，然后迈向他未来的成功。为响应罗总统健康的愿景，在2030年，癌症标准的死亡率要降为原来的1/3。国民健康署嘛扩大癌症的筛检，并降低筛检的年龄，加上结合家庭的照护，甲社会支持体系，让每一位癌友甲家属在生命艰难的时刻，会用来感受到社会温暖甲支持，共同迈向康复甲希望。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